安尼说来，咱就免来进行今日第三位分享者的故事分享。好，第三位分享者呢是咱台南的19岁大学生，伊是目前教育部云林通信的团队的成员啦吼。伊是自细汉就参加真济台语文的语文竞赛，目前是有参加迄个台语台节目，迄个文化小放盘内底的。迄个啥物文化镜透透的特派员啦吼，所以今日要来和大家分享伊用台语来创作，还是行即条路的故事。好，时间就交互伟汉。好，大家安尼听会着吗？有，安尼会使。好，等下我分享者足紧张，因为我头仔一直甲阿东讲，我惊时间无够。好，大家好，就是线顶来听台东台语社的大家好。其实我今仔想要甲大家分享，就是伟汉，听伫迄个正边下骹迄个，你当家己迄个隐藏。哦，好 ，OK。好，就是今仔日要甲大家讲的，就是听少年人讲无记，就是其实我一直咧想讲，就是我自细汉开始讲台语，但是我名就是将即个台语当继续，咱讲传承最重要。所以今仔日代表着即个武力同行来甲大家绍介。目前我是即个武力同行的即个其中之一，嘛是即个国家文化部，就是即个刘惠良老师即个36部语轻松学母语的其中一册作者。第三就是才阿东有介绍到，就是我是即个目前是对即个阿家，等下嘛当甲大家绍介，就是我是公司台语台文化镜透透的特派员，当时其实。旧年其实是我一个全新的开始，就是我去挑战讲咱台南市的即个社会组语文比赛，得到即个社会组即个第3名。其实我家己嘛真紧张，因为全部会记得迄时阵，当啊11个参赛者，结果就是其实大家拢比我年岁，可能还加我即满19岁，可能还加我加30岁以上，像无40-50岁的阿公阿嬷是阿叔安尼。好先甲大家介绍一下，另外就是即个上下骹是我的即个卖种业，就是我家己经营安尼。先要甲大家讲，其实我想我毋茫讲，就是即个讲台语过程是当，就是互大家知影讲，其实咱讲本土语言，其实是一个足好的，互大家是足好的感觉。那第二种就是讲，我希望讲，会当制作搁较济数位媒体。第三种就是讲，我等下甲大家绍介，就是我伫大学用即个自我学习的过程去修即个通识学分。第四种就是即个通识学分，我会使甲变做我今年写即个学写台文诗，所以我就写即个手写台文诗传承语言，毋茫讲有搁较济人会使看到安尼。先甲大家就是讲一下，这是文化部的计划。是即个，阮旧年开始做即个36母语轻松学母语，就是毋茫讲，互台湾搁较济。大家拢讲，其实咱拢讲语言要生活化，但是其实就这样一直无法度，毋敢讲母语，嘛感觉讲哦，即个台语足困难安尼。即个就是做即个 podcast。因为今仔日时间的关系，所以我就无甲讲，互大家看影片。大家若有兴趣，就是你只要伫迄个。YouTube 拍即个36母语轻松学母语，其实恁着有足济。我是做算第7册还是第8册的即个讲古的故事，就是即个文化部其实逐当拢有足济比如补助计划，来互大家就是会使去做即个推广着本土语言安尼。这是一种 YouTube 的画面，我甲就是甲接触落安尼。过来是讲，即礼拜伫台南，囡仔等下，看一跳，等下，好，就是即礼拜伫即个台南，就是有举办即个山顶海味思想起在地文化讲无记。即个举办的第一天，就是伫咱即个台南即个生活馆，我着去斗相共安尼。其实我发现讲，其实足侪人像我上下骹即个图是。一阵阿公阿嬷带着即个孙仔要来做伙讲台语，虽然讲其实咱即马学的汉字，其实伫因书中是其实足少人就是知影讲迄个字要安怎念安尼，所以我着去甲因教。就是即个过程，其实我感觉讲，算真欢喜，因为看到足侪，毋管是爸爸妈妈虽然无啥会晓讲台语，但是伊
带着即个囡仔做伙来参与即个活动。啊，明仔载是即个山顶海美术上起的最后一天，恁若有兴趣啊，是讲假日无代志做，会使来咱就是即个南台湾社区母语来交配，会使做伙佚佗。明仔载是最后一天。好，过来是想要甲大家绍介，就是讲即个传心母语，就是大家其实应该是讲线顶诚侪人拢知影讲即个武力同行的团队，无仅是是咱的秀杰，就是伊甲做起来，啊，毋嘛讲会使用无共的角度去看着讲即个讲母语的过程。啊，2023年其实阮着创作一个计划叫做2023世界母语节，就大家斗阵来讲台语。所以，阮的毋望就是讲，用咱的母语会使讲出咱的心声，同时会当互台湾感觉讲，即个语言会使就是代代传，用家己的母语讲故事。而即个过程，其实遮大家若有兴趣，就是我才有放一个即个 QR code，恁会使有兴趣，也是讲等下我互恁看一下即个画面安尼。啊，阮着邀请所有，就是讲来到着咱为台大一直到即个高中，也是各种学生做伙，大家互相来录影。啊，佫有咱的即个台语的即个主播，就是咱即个国语中即个主播，嘛邀请伊就是帮阮录安尼，啊，就是讲，其实这内面录其实有，我发现讲有诚侪人拢来到咱台东台语社讲过话安尼。过来是讲，阮即个要做即个计划之前，阮就咧想讲，其实咱若讲一般，毋茫讲，其实讲台语会使逐家拢斗阵参与，无一定讲。咱到就是阿公阿嬷是讲民众在参与，所以伫阮今年就是阮有邀请就是即个黄子佼，虽然讲最近伊的即个新闻诚侪，啊，佫有就是边仔是即个即个嘛是翕过诚侪，就是电视节目的即个童星叫做佑谦啊，伊嘛是阮未来就是武力同行的合作的对象。第三就是伊伫台南翕过咱。迄是啥物《熟女养成记》的即个吴以涵，啊嘛是今年就是伫咱台南府城要举办即个金甘蔗影展的即个小小代言人安尼。啊，第四位是嘛是真有名，就是讲咱即个国立即个广播电台的即个主持人，啊嘛是，迄嘛是就是真疼我只要大家讲，若有迄种台语问题，伊嘛是拢会甲我教安尼。好，过来是讲我。做完即个世界母语节，啊，过来就是头有讲着讲即个公司台语台，啊，佫有是讲咱做即个在地行动。目前大家安尼听会使嘛？敢会上紧？拄好，拄好，因为我都惊超过10点。好，过来是讲着即个，我带大家，其实我希望讲，其实大家我住的所在拄仔是伫台南的台江，啊，大家拢知讲，其实台江有台江国家公园，所以今年嘛是咱台江建增200栋，明年算是讲咱台江咱台南府城建成400栋安尼，所以我就是讲，希望讲用足侪在地行动，互大家去了解。啊，即2张相片拄仔是。其实我一开始翕即个文化镜头是公司台语台来翕的安尼。好，咱讲到即个在地行动，啊，佫有讲到，其实阮做即个世界母语节的邀请过即个佑谦做伙翕。啊，因为其实我感觉会使甲佑谦熟识，其实是算武力同行真特别的缘分，因为讲到阮一开始敢若问讲，敢会使甲阮做伙翕安尼，但是无想着讲因的妈妈来讲，其实因伫北部足少，虽然讲伊伫北部算台语讲做练长，但是伫南部甲咱来比是有一定差别的，所以就是讲，毋茫讲，其实看着讲武力同行做认真做拍拼，所以就希望讲未来会使甲阮做学习。啊，共款才有 QR code，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等下会互大家看，你即倒位会当找着遮个影片安尼。好，过来是大家其实是他阿东介绍即个公司台语台，目前其实伫去年开始，即个文化小放花里每礼拜暗时9点，伫即个公司台语台第14台，其实就开始咧放送安尼。一直到今年就是咱3月还是4月，出现5月时阵，伫咱的高雄即个图书馆做即个南部制作中心即个开幕嘛，邀请诚侪人来唱。啊，先甲大家介绍者，就是讲即个文化小放盘的主持人，就是阿家，伊嘛算是真有名。其实前几个礼拜，其实咱的副总统赖清德就伫伊的面册拍过讲，
因做伙去迄个阿家伊是原本透早就是咧卖林家肉色饭，你若有兴趣会使就是来台南，还是台南人会使 Google 一下，就是讲林家肉色饭，伊诶肉色饭是真正足俗，因为即马足少找着肉色饭，互你内底食可以当一碗饺肉色安10箍，正常即马爱25、30，所以我感觉其实算足俗。佫有就是讲，阿家伊平常时其实伊上爱找应该是 rap， 伊用足济，就是讲伊会平常时暗时去到咱府城足济所在去看，其实所以之前嘛捌甲我分享过，就是伊要去为着要写一首歌，伊去找啥物叫做台南的味。其实你讲台南好食物济，其实真正足济，但是你讲咱会当找着台南到底是啥物味，你介意的是啥物，其实就无遐尔简单嘿。啊，过来就是讲，即个节目是毋茫讲，互大家去看到咱台湾足济文化，用艺文甲大家咧博感情。所以其实逐礼拜1点钟嘛，算真济人看。有时啊，我家己会看，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着有时啊看者，其实发现讲，其实咱台湾有足济无共的艺文文化，其实是需要大家当有闲着去了解安尼。好，啊，讲到即个。咱即个文化小放盘内底有一个两种，就是文化行透透，佮有一种是艺文含诗批。啊，文化行透透就是你会使去到台湾每一个所在去甲翕落来。第二种就是即种艺文含诗批，就是伊会放送每礼拜是讲咱未来有啥物展览啊活动，互大家去知影。但是我而且分享者，就是我感觉讲翕即个文化行透透。甲我思当时一开始想的无共，因为发现讲其实你要甲一集节目虽然无长，但是你要甲翕录好，伫即个过程是你需要去学习，因为比如讲你爱去买即个录音的设备，还是讲你要安怎去录，有时啊因为咱放伫即个电视顶，其实有伊一定爱的角度，还是啥物，你就是爱去注意者。啊，目前已经翕过上无有6、7集啊吧，因为每礼拜安尼一礼拜一集安尼，其实应该有。我算起来应该有6、7集啊，先甲大家放送者就是8月4号，因头头甲大家分享着讲，即个台江要建增200栋。8月4号暗时9点，8月4号应该是拜五，暗时9点伫即个文化小放盘内底，即个艺文汉诗批是要小解，就是咱台江大家当去看者，因为即集拄仔较特别，就是讲原本拢是一集拢是翕3分钟，啊，即集因为拄仔即个时间算着，所以有5分钟的时间，带大家去看，就是咱所有的台江的风景。啊，嘛是即个影片当时嘛是有即个台南市政府，就是互阮有影片会使，就是去放送安尼。好，过来是我看嘛够早去真诶。好，好啊，好，甲大家小解就是讲，我伫即个翕即个文化行透透的过程，其实我去找着，恁敢看有就是这是啥物？因为我伫你翕即个第2集的时阵，是公司台语台南部制作中心来台南翕的。啊，即个过程我着去找着咱伫安南区有一个，就是你看起来敢若是路边，但是根本无啥人知影讲伊是一个食水窟。啊，我着去就是去了解讲，食水窟到底是安怎？会伫台江有食水窟？原来就是当时即个先民渡过乌水沟来到咱台江内海，看到即片水啊，要为着要互大家，因为苏当时你若要用水，其实无方便，无像即马咱水道头一开，其实大家拢会使用水，所以苏当时就是用即个食水窟，互即个全庄的村民会使饮水思源头即个理念安尼。所以其实我着讲着即个记忆中的文化，台江内海，因为其实台江这附近其实有真侪故事，但是你就是爱真正足用心，可能骑铁马，还是讲骑机车去倒啊看，你才看会着讲到底台江，因为有时啊就是因的故事会创意讲即个地远的所在，所以有时啊我嘛是家己即马较大汉，所以会使骑机车，所以我着骑机车去看嘛，讲伊到底台江内海有啥物故事，是安怎？先面上透过4个50档完成即个台江见证200档的故事安尼。好，过来是讲到即个弟弟的少年梦，嘿，因为我感觉人生其实我感觉我家己的行台语的过程是真特别，因为我毋是读啥物台文系啊，毋是做啥物台文相关，但是我都讲去讲即个台语啊，因为台语自国小4年开始，我是
有人甲我教，但是教差不多国中1年，其实就无人甲我教，我就家己开始学，更加就是讲有诶字也是讲袂晓，即个开口无啥知影，我就去问老师安尼，基本上无人就无人甲我看即个教台语诶过程。伫即学期，因为我为着讲，我伫旧年我熟悉着即个郭碧英老师，应该线顶有诚济人，就是捌伫即个面册看到即个郭碧英是一个台湾文学现代诗的诗人。啊，当时伊过去，因为当时的年代就是较无钱，所以伊就是去互伫即个去互关过安尼。啊，伫即个关的过程，就是去学即个学写台文。啊，结果真认真拍拼去完成，就是讲伊有法度即马真有名，算真有名的台语诗人安尼。即学期我着为着要做即个通识学分，我着家己去写即个计划。虽然计划去互教授就是拍2、3遍，因为第一点因看无台语，所以感觉讲我是一个足奇怪的人。到底是安怎？啥物代志？不管做啥物科学的影片，还是做啥物在地行动，拢要用台语来讲。所以即学期我着开始写计划。啊，虽然去互退足侪遍，但是我嘛感觉讲我一定法度伫即学期完成安尼。所以我着伫即个用台文开始写，是我旧年7月就是伫面册甲伊熟悉了后，伊就安尼甲我教。但是我算无时间互伊看，所以嘛是算家己自我学习的即种感觉。啊，我就开始就是家己写，家己去看伊工具安尼。真煞有时啊看即个咱诚济目前一直咧推出的即个文学奖，有诶台语诗人到底是安怎会得名？虽然讲写即个过程，我感觉是粗粗打咧写，无讲甲一般诶诗人来讲，其实是差足济安尼。所以我着做即个记忆诶少年梦安尼。啊，这是即学期尾，我就是去学校报告。啊，我就是甲教授讲，其实我诶梦就是讲，我希望讲会使手写台文诗，传承语言。即个传承语言是希望讲传承，毋管是台语用讲诶、用写、用读诶，还是用任何啥物方式，拢会使用台语来做足济代志。啊，就是这第一张相片是我即个做即个手工册。我着写，其实我是用即个过去即个国家文化部36文语的即个手工册来开始来编安尼。啊，伫即个过程，因为教授想要了解讲你每一个礼拜到底会是安怎去对头袂晓写台文诗，到即马会晓写台文诗。虽然因就是开始听，因拢甲我讲，就是因讲其实咱即摆台文其实足侪人拢要用罗马字，还是讲白话字，但是因感觉讲，其实若少年人会使创作家己，就是学台语新的方式，伊嘛感觉袂歹。像我最后就是，即摆的即个台文诗，其实我有邀请到即个郭碧英老师帮我看过，当时嘛有即个台语即个作家就是顺聪老师，佮有即个 Candy 老师。听讲 Candy 老师即马有伫线顶，就是咱的西西妈咪视同会即个袂重要的即个老师安尼。啊，请因帮我就是写一寡鼓励我的话安尼。所以就想伫遮有写，毋知大家敢看会到，就是其实郭碧英老师伊拢甲我讲，其实天分啊加上家己骨力，伫咱未来就是台文创作一地，咱一定会当家己行出一片天安尼。好啊，这是我咧做手工册内容安尼，就是我着家己去，这是伊帮我这是即个台语诗人郭碧英帮我写的，就是即个台语诗，就讲伊希望讲我会使继续写。虽然感觉讲，其实要甲一个台语诗写好，其实足济眉眉角角，但是你若会使伫即个过程，逐礼拜即个写啊，互伊看过，还是讲家己去发现讲，到底有啥物技巧？其实你未来一定有法度，就是行出家己写诗，还是讲写文的能力安尼。啊，我着用做一寡，就是讲我旧年去即个比即个101年即个社会做语文比赛，还是讲即个学校外口的主持，我着甲伊变做一本册安尼。好啊，即个提醒一下，可能爱注意一个时间的哦。好。好，我知。我讲应该要了，我讲足紧张。好啊，这就是即个做即个册即个画面啊，甲即个内底是我拜托伊甲我教安尼，伊嘛诚认真要甲我牵起来安尼。好，总算了，我讲啊诚紧，歹势。到有就是线顶的好朋友想要提问的。感谢伟汉的分享。啊，即摆大家会当来甲问问题。首先是德辉，请讲。
喂喂，安尼有听着？有，小可较细声小可。嘿，我较晚的好啦，安尼敢有听着？有，有，我用较大声无有啦吼。嗯，啊无，喂，喂，有，安尼 OK。好好好好。歹势，迄个讲遮你的台语名是要安怎读？你讲我的名吗？嘿啊，陈伟汉，伟汉啊，伟嘿，汉先生你好。我想要问一个问题，就是因为现主是我伫生活中，我伫过日子的时候讲台语讲了久啊，淡薄仔发现讲，虽讲现主是迄台语社会啊，就是有咧推出一寡新的讲法是无毋对，毋过因为咱迄个社群受细苦，迄个讲法传袂出。你做一个传承，要无说讲传承啊，算讲吹杀台语的迄落运动者你要安怎维持？有一定人会使维持规个迄个台语社其实我家己嘛有发现讲，其实咱即摆台语社团有时为着讲啥物字，也是讲啥物文章大家拢会去做讨论，但是我就感觉讲，其实我家己的想法就是感觉讲，我感觉无一定讲即个字一定爱安怎讲。其实我感觉讲，只要大家，因为即摆其实是安怎讲，咱即摆高中以下，大家拢一定爱上即个台语课，就是希望讲大家会使去讲即个台语，毋管你即摆讲了对还是毋对，我感觉讲你只要愿意讲，因为感觉讲其实像台语来讲，咱南部腔甲北部腔其实无啥共，但是咱若会使讲，就是讲即个语言，我感觉讲。只要你愿意讲，我就感觉其实咱无一定爱遵照啥物的，就是即个讲法安尼。因为我想要知影是讲，因为有时我看到一个现象就是，虽讲就是有人正讲有较迷乱咧生产一寡新的讲法，毋过就是现主是咱无法度维持一区一个地方一个固定咧使用台语的阵人互因内底伊生产一寡新的讲法，嘛是算讲把规个台语，算讲是现主是台语社群，咱就袂出咧插讲，咱就咧问别人甲伊想讲法，也是讲也是讲可能怪人甲指点啊。无法度家己做一个有机体，家己生产家己的语言迄款。我可能讲就是变做讲伊无法度要安怎讲，要家己活起来，就是自力更生，更生安尼啦。你安怎看即款问题？我家己感觉就是因为我等下19岁尔，但是我感觉讲其实就是虽然讲有时咱讲毋对，其实嘛足侪台语的。老师啊，是讲较有年岁时代人，就是一定甲咱讲，咱一定爱安怎讲，但是我感觉讲，其实咱若想要家己做出家己的即个，咱拢讲少年人会使家己去讲台语，所以我感觉讲，其实咱着爱保持一种心态，是讲，你爱家己，就是别人安怎讲，伊就是你只要讲，其实咱莫差足济，虽然讲有时咱台语有啥物闭唇音啊，是讲。足侪妹甲你只要讲对其实我感觉无一定，离即个群组一定爱甲大家，就是一定爱对着大家骹步去做即个台语的路安尼。你是我别人来回好。迄个伟汉，你会当先甲你的迄个画面分享先关起来，无伊会一直走。好，刷来阿莹，请讲。我想要问讲，就是你迄当阵咧分享互老师听的时阵，老师的想法是啥物？因看到遮的台语的字，因的想法是啥物？你是讲台文诗吗？嘿，就是你迄门课。其实我而且我先讲学校好啊，因为为着学校一定要交出分数，我考同学的学分，所以其实。因一开始就感觉讲，因为其实咱伫咱即个较早咧比即个语文比赛，其实咱为着要互评判委员，就是知影讲咱到底安怎念，所以其实咱拢会用咱
华语的讲就是较字正腔圆，过来就是讲咱会有一寡就是为着要入去即个作者的感情内底，所以因会感觉讲其实咱不管是因会感觉讲台语爱生活化，但是因感觉讲因做像遮个学校教授就甲我讲，因足推爱看遮个罗马字，因为就是一大堆即个像 ABCD 安尼编起来字，但是我就甲讲，但是咱就是因为有即个罗马字的学习，咱靠即马即靠大家会使就是做伙去学习安尼。了解。所以因是支持你用台语字来做即件代志。因支持，但是因感觉讲，咱想让咱的就是台语的即个世界内底要有即个罗马字，因感觉看，因为我感觉有可能就是因，像我家己有时嘛会无习惯看即个罗马字，但是因感觉讲即个罗马字就是想到顶悬有一大堆即个咱咧变调啊，啥物货，因感觉讲着原本若是讲一首诗足水，互你讲完变做足，互你变做罗马字，看起来足奇怪呢。较袂惯势。请问你互人看的时阵是敢若写罗马字互因看，还是有罗马字加汉字？我迄时阵甲因讲的时阵，是因为为着其实我做即个台文诗的即个同学学分的计划，因为为着就是即个计划顶悬有写，就是爱去投稿，所以有诶像咱台南的即个像咱有一本就是台江台语文学，伊有诶就规定讲像一定爱一寡，就是咱一半爱汉字，一半爱即个罗马字，所以我就甲因讲是安怎，我伫写即个台语诗的过程，爱用两种诶无共诶感觉，互大家来看呢。但是基本上，我一开始写我嘛是用汉字先写台语诗安尼。了解。好，说来换明峰，请讲。你好吼，迄个我想问一下，你是对创作较有兴趣？还是你对台语文即个你对你本身有兴趣？因为我毋知影讲你会怎会伫你即个台语文化即个动机是。其实我感觉我对讲台语较有兴趣。其实学写即个，因为写诗就变成一种创作的感觉，但是我感觉其实因为写诗嘛是要有天分，咱袂其实我感觉讲。一开始我感觉写诗足痛苦我心里，因为我感觉讲，其实伊定毋是像咱一般来讲，就是讲咱要讲啥物就讲啥物。有时咱就是比如讲咱今仔日要写一支笔，咱要安怎甲即个内容内底甲即个笔藏起来，咱袂使讲我是一支笔，我举起来啥物感觉，咱是要用足侪物件去甲扛起来呢。所以一开始我心里写这台语诗过程足痛苦，但是我感觉我著家己讲，你只要已经学落去了。你就一定要学出即种物件，我感觉无一定要足好，但是至少咱会使学着，伫即个过程学着啥物，我感觉袂歹。要毋过，我是知影讲是安怎，讲台语参即个写诗有啥物款的牵连？你讲啥物？迄毋知有啥物牵连，就是讲，讲台语参写台语诗，迄哪像讲无法尔啊，安怎讲？就是是安怎会开始咧创作？我知影台语是一个因素，要毋过是安怎讲台语就爱写诗？我毋知你的动机是？一开始是因为我发现讲，我像一开始我发现讲，其实台语，因为我就是自细学台语，然后对台语的感觉就是，咱家当用台语讲啥物在地文化，在地啥物，还是讲比赛，就是有一天我伫面册安尼一直看，安尼我就发现讲，原来咱的台语会使写做台语诗，所以我就感觉讲，安尼咱会使去试看觅，所以我就因为安尼我去学写台语诗，并毋是讲我一开始就是投入即个写创作的即个过程安尼，因为我感觉其实咱若要做即个创作，其实咱嘛有小可本事，还是讲能力较有度去完成安尼。无啦，这豆豆练啦，人讲吼，迄3分靠天分啦，7分就爱靠家己拍拼。所以我相信你一定有迄个才调，有迄个才情。我甲伊肯定啦。搁有吼，我毋知你对研究台湾话有兴趣，就是研究台湾话词汇啦，伊是为倒一页来的啊，还是讲个参考啦，还是讲文笔音每啊把有诶无
你若有兴趣，应该找我，我是应该找你讨论一寡有诶。好啊好啊。你有兴趣无？你有兴趣？其实我会使看嘛，因为其实我一开始真正对写台文诗无兴趣，但是我就感觉讲，只要学你有学着，一定就是你会总有一天一定用会着。因为这你些我写偌久？写偌久，其实要写即个计划，其实为着会当互计划完成，其实我学一冬。哦 ，OK 对。因为我嘛有一寡写迄个台语文诗诶经验。因为我拢甲大家讲，其实我算较特别，因为我就是我嘛感觉讲，像缘分嘛，做奇怪有法度，今仔日有法度就是，其实一开始我对想去翕即个文化街透透的感觉，就是我感觉讲着斗啊，反正有机会咱着去，但是就是伫即个过程，我感觉拢是我家己有兴趣，家己愿意去学所以就是一直互即个像翕即个行透透，就是一直翕落去安尼。人老自学，对无？嘿，对。你查我共款。我查，我是较大汉你4岁嘛，我即久才23。就是要搁我开始投入嘛是，差不多是高中才开始。本来阮兜就会晓讲台湾，是讲到高中了后，就是用忽然间就是感觉讲，哪像台语，哪像有通好写有一个统一的写法啦。因为大家人咧讲民间的迄款写法有诶，你若看 KTV 就知影啊，伊迄歌词拢是民间家己通用的字，咱像参考也无啥共。你头拄则讲吼，有一寡人会批评，迄个罗马字是安怎着爱写入在迄个诗内底，你人会看互迄个注伊迄个焦点的迄个会模糊去。我问讲，教育部的字，因敢会有共款的意见？其实做这个计划，我感觉其实我讲实在，其实大学教授无一个字看有诶，伊只是感觉讲我做出来，因为写每一篇台语诗看起来，就亲像一首诗安尼有一个成果安尼，但是因真正看无，因只是讲听有台语，但是因就讲因感觉讲就是你有完成安尼，其实你讲到底写啥物意思，其实因嘛无足认真去了解，就是我感觉讲就是学台语真正。你讲像做艺术的人，因嘛是有一种天分，但是我感觉讲学台语，你要一直行落去，你嘛是爱有小可天分安尼。是物影啦。我感觉你会用加减仔熟悉咱遮迄个台语文化，就是主若法的教授无甲你插手嘛，无要紧。咱遮的人就是会认真看你的作品。你无感觉伤过有压力爱是啥？就是上主要就是互你有款讲家己的作品受着重视。对，就是我是感觉讲你创作你刚开始会排着，咁过到尾啊，你就是会豆豆啊，就是会你会讲家放互看，放互看了后，你就有寡灵感我有一寡经验你若有兴趣，咱私底下等下迄个结束了后，咱讲我一下联络方式好无？好啊，无问题。感谢，好。安尼我先好 ，OK。好，安尼咱开放最后一个问题，敢有人叫想要问伟汉的？敢有？好，目前看起来应该是无。若是大家若对伟汉有啥物问题，还是有啥物想法想要甲伊讲的，咱去伊的袂重要伟汉的精彩日记，伊的袂重要，咱去甲留话啦，